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馬馬頻道。2026年香港嘅4歲馬系列賽事首關經典一哩賽呢，就由何澤堯策騎嘅小鳥天堂勝出咗。咁其實賽前呢，潘頓揀馬揀得咁辛苦，就說明其實每匹馬都有個優勝之處嘅。佢賽前有啲採訪咧都有提過，佢覺得小鳥天堂都有機會勝出呢個經典一哩。不過我估佢係估唔到小鳥天堂可以以呢個姿態去勝出咯，即係喺直路塞要換2次方向都可以贏到咁遠。當然潘頓呢揀馬都係想贏最後嗰關打比多啲嘅，亦都係因為咁佢就一路冇贏到經典一哩啦。所以係咪最終揀錯馬呢都要拭目以待。不過呢，喺賽後嘅採訪呢，何澤堯就透露啦，小鳥天堂假如可以繼續咁放鬆嚟跑呢，佢跑1800甚至係2000都冇問題嘅喎。咁我哋當然就恭喜阿 Vincent 啦，希望呢就同金槍60嗰陣時一樣啦，可以全華班呢掃晒4歲系列嘅3關啦。不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喺呢個全華班嘅頭馬相入邊呢，有2位澳洲佬喎，就係呢個箭嘴指住嘅 Tim Elchin 先生。原來呢，佢係小鳥天堂嘅育馬人嚟嘅喎，佢係第一次嚟香港就係為咗睇小鳥天堂比賽。咁原來呢個 Tim Elchin 先生呢，佢嘅育馬場就叫做 Carramar Park， 喺嗰個好細嘅農場嚟嘅，就位於澳洲新南威爾斯省嘅。咁佢第一次育馬呢，諗唔到就育出咗呢個小鳥天堂喎，小鳥天堂就喺呢度出世噶啦。等等，我就揾到呢一張阿 Tim 同埋呢個1歲嘅小鳥天堂喺農場時候嘅相啦。咁其實呢個農場就係佢哋一家人開嘅，咁就比較細規模，係冇公馬嘅。咁當時呢，就係阿 Tim 呢去嗰啲黐馬拍賣會度買咗小鳥天堂嘅阿媽 Devil in Her Heart， 而且買嘅時候呢，其實 Devil in Her Heart 呢就已經同呢個豪華房車交配員已經馱住呢個小鳥天堂喺個肚入邊噶啦。咁大家又估一估，小鳥天堂阿媽馱住小鳥天堂喺個肚入邊一齊拍賣，最尾阿 Tim 係用幾多錢買翻嚟呢？咁小鳥天堂嘅阿媽呢就冇出過賽嘅，咁佢馱住小鳥天堂就拍賣咗27,500蚊嘅澳紙，即係少過20萬港幣。咁之後佢就跟住阿 Tim 翻咗阿 Tim 嘅農場啦，然後生咗小鳥天堂出嚟啦。咁之後呢，等到小鳥天堂1歲，阿 Tim 就將佢擺咗去 Inglis 嘅拍賣會嗰度，就賣咗27萬嘅澳幣嘅。咁阿 Tim 當時呢接受採訪都好開心嘅，話好滿意呢個售價，因為小鳥天堂嘅阿爸豪華房車呢就正值好受歡迎嘅時候，然後小鳥天堂嘅阿媽咁啱佢嘅血線呢就有贏到一啲表列賽，所以小鳥天堂就有吸引到好多買家。咁阿 Tim 第一次育馬就已經賺咗1桶金，當然非常之開心啦。不過佢就估唔到呢，幾年之後佢竟然會喺香港度見證佢呢一匹馬呢就贏到香港高獎金嘅經典一哩賽事。佢喺賽後呢有接受呢個澳洲 English 嘅採訪嘅，佢就話當佢見到小鳥天堂呢喺直路受阻，但係後尾有個 gap 呢可以衝翻出嚟嘅時候，佢話佢好難以形容自己心情。佢話自己當時個心呢好似要從心口度跳咗出嚟咁。咁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呢啲育馬人嘅喜悅啦，希望呢一種興奮就陸續有嚟啦。小鳥天堂可以繼續進步，越飛越高。今集就分享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